廣州新機場地處佛山、肇慶、江門、雲浮四市地理中心，直接服務廣佛肇及周邊地區超過2000萬人口。廣東省機場集團工程建設指揮部總工程師凌宇珍透露，本期工程總投資418億元，佔地面積約1213公頃，規劃佈局3條跑道同2座航站樓，計劃喺15時期建成投運。廣州新機場滿足年旅客吞吐量3000萬人次，開通國內外的各種航線。這白雲機場跟這個廣州新機場會通過路面的各種交通網絡，實現兩個機場的這個互動。作為全省3大國際航空樞紐之一，廣州新機場嘅開工建設正係破解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東強西弱格局嘅關鍵落子。凌宇珍表示，呢個重大工程將有力補齊珠江西岸民航短板，更好服務佛山、肇慶、江門、雲浮等市，與廣州白雲、深圳寶安、香港、澳門等機場形成東西呼應、功能互補嘅世界級機場群。主要是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這個西邊跟那個珠江的西岸，主要這麼一個廣闊的地區，可以覆蓋大概有2000萬人口這麼個區域。從2013年廣東省兩會上邊4市聯名呼籲，到2021年民航局批復選址，再到如今破土動工，13年嘅航空夢想終於照進咗現實。距離新機場6公里嘅新墟社區村民何先生激動咁話：發夢都估唔到家門口就建起咗國際機場。咁梗係好啦，上去邊度玩都方便，係嘛？附近搞多啲大型超市啊，或者啲物流城啊，咁啊，肯定對當地帶嚟好多好處噶，係嘛？路通嘅財通。企喺15/5開局之年嘅節點上，呢座以廣州命名、落址佛山嘅超級工程，正如飛鳥嘅雙翼，將助力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東西兩翼齊飛，為加快建設富有活力同國際競爭力嘅一流灣區同世界級城市群注入強勁動能。